就是吼，比较更较歹比较，哎，就较歹咯，较歹是甲劝出去。莫讲啥物代志辛苦吼，先做了，世界干好不好？对。这拢做不一样的歌。新红叶花叶的，哦。我讲，你拢规定啦，注意歌，你若是莫加唱，但是有时阵嘛是爱做一下。爱歌的时阵嘛，规定啦，你著甲我讲，我就重新编词。为何来的这稀微？其实你我相遇，是点情。恋你，思恋你啊！我离别3年啦，也是你的梦。开心情，等你出现目前，紧紧心情像海洋。将阮的爱暂时放一边，一回坚强，强就是阮的名字。车声在我北乡市，依恋不舍心头忧郁。前度茫茫，往事开过时。在何时才有心情？随风漂流，转眼又风秋。
准备啊，然后清清的，莫头一个就是安尼一起。来，再20秒，配合准备。5秒。10秒。哇，什么期待？ 大家好，今天的节目是咱去大鹏歌声，节目开始带来一首《青青的恋情》，来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谢谢。深深的恋情。 是
谢谢大家。深秋的恋情，哎，谢谢哈，哇，来，哇，足侪咱观众朋友吼，节目一个开始的时阵，都啷个甲咱准时甲咱收看。是哦，谢谢哈。哎，我迄个滑不上去呢。好来，好，谢谢咱的明杰大哥、文东哥哥，咱的红英姐啊、文玲啊，咱的丽丽啊，这顺天哥哥，咱的龙泰大哥哈，博奇大哥好，秀萍姐啊，哎，还有咱的文东哥、水章哥好，哦，梅艳姐姐也好，咱的依静，谢谢咱的姐你好，仙树哥哥，啊，还有咱淑金姐哦，今仔还有咱的0791哦，啊，新朋友呢，哦，谢谢你哈，来，这是默默的抱个声啦哈。好，来强玉大哥、邱大哥，也来挺好，明杰大哥，谢谢。啊，来曾芳大哥哈，来新蒙大哥好，青花姐姐，哦，这观众朋友，谢谢。一个开始，啊，就咱甲咱拍破啊啦吼，包括讲吼，咱拄则唱的这首歌，深深的恋情，对啊，讲哦，这记忆啦是，咱讲记忆若要好的时阵啊，讲伊都心肝拢足清的，是袂安尼乌白想，袂甲工课安尼吼，啊直直滚架，直直滚架。好，其实吼，记忆若像有你个老师你敢知？会识字的人吼，是，伊就是喏，工课拢积伤济啦。嘿，即工吼，家己安怎全脑雾去啊。是，嗯，头壳蛇吼，嘿雾煞煞，系啊。未清楚啦你，敢知吼？嘿识字的人啊，即马经过统计哦，拢总是迄公司的头家啦是，哦啊，甚至就是讲，或者伊迄吼，拢总安尼，足侪工课拢总爱伊安怎，伊去思考嘿，去处理。事必亲办，对啊，吼，所以讲咱啊，杂事济，啊，所以讲即摆人用吼。脑过多， 55岁就讲要退休啊，是哦，安尼互家己较侪时间吼放下，哎呦，啊，都放下，对啊吼，是啊不要压力太大，吼、当然啦，有的人讲啊，都压力迄一定有的啊，你看三顿也好啦，工课上也好，家敢若做一个吼早人安尼，哦，踮厝内底款三顿总人，迄是阮阿姐讲的。这嘛要真用心，哎呀，阮的昨咱住伫新店，咱咧秀金姐也敲电话嘿讲，好啊，我嘛无啥工课，啊，就敢若煮者三顿啦，吼，啊，款者厝内底啊啦，啊，拜六礼拜转来的时阵吼，囡仔大细拢会转来对无吼，较侪人食，啊，无就平常时就我甲恁大哥两个人咧食尔嘿。啊，即摆孙仔吼，拜六礼拜转来，你感觉孙仔偌大阵？生4个，啊4个吼，大家拢一家一业吧。伊讲吼，伊头壳有8个孙子呢。八个孙啊，安尼敢有足侪？老师啊，讲起来，讲济嘛无济，啊，但是若向我妈向转来。妈生到生八个啊，对，我讲嘛样。啊，即摆现主是有影啦，即摆来你要生八个吼，爱真大勇气，我咧讲吼嘿， 2个就真的很了不起了对，吼。啊，若3个基本上拢无啥有可能啦是啊。但是阮这阿姊啊吼，秀金姐啊，伊讲讲，哎呀，我才8个孙尔，放恁啊，向向转来时阵吼嘿，啊，即摆囡仔向向撞来，啊咧啊要叫袂出来呢。啊！你是壳，还是奖奖，还是什么人安尼叫袂出来？吼，伊讲吼，才2个尔咧，2个3个呢叫袂出来，诶，无啊，伊讲伊迄孙仔若大细汉转来时阵吼，啊头8个啦，啊8个的时阵吼，实际上伫个面头前走来走去拢哦，差不多迄3、4个尔，会向向一个安尼叫袂出来哈。我阿姐，坐伫遐无走无算，莫烦恼就走啦。走去才3个尔。足侪咱时代，你感觉讲安尼敢有严重？无讲介严重。我即摆现甲你问讲，恁下昼食啥？你敢会记得？你回答得出来吗当？时也袂记得，对啊嘿啊，嘿啊，你甲看觅，迄上接近咱的哦，向下昼咱食者啥物物件？安尼，我甲你问讲，你下昼食啥？啊，我下昼我食3宝饭讲较啦。简单的啦。嘿啊，手机啊头拄啊，你咧找伊，嘿你可能倒你随袂记了，真正回头都找无安尼。变数找看觅。嘿啦，冰箱找看觅啊咧嘿。所以讲吼，咱观众朋友，你若人啦，莫讲吼，阮姊啊今年70几岁啊，40岁过了后，你就要注意着讲，你有种健忘，吼，无法度想开重要的日子的人，甚至你的人命，拢对你足重要的，吼。也是讲你咧处理代志的时阵，速度变慢啊。是，对一寡吼，你讲对一寡事项有即个行为偏差。对什么叫做行为偏差？你敢知？就是讲你的思想有偏差，就是讲你会感觉讲，偏差阮新妇、阮囝吼，好啊，最近都安尼那样，食一顿啊，可能吼
咧孝顺我的钱的款，嘿啦。孝顺钱毋较简单，毋是咧孝顺我的副本啊未？啊，对，财产了嘛吼，对家己拢足好想的哦。我白想啊。对，其实吼，观众朋友，这拢总是你记伫咧替我，你开始啦，要安那，要有迄个智能开始有问题，讲失智的前兆。较早阮职工真薄，生意做真大。迄头壳伫咧记的时阵某啥物人北部台北台南啥物人的时，伊听我记400几支。电话哦。现甲讲的时，谢芳玲，我讲8399-022。安尼。嘿，对哦，都随安尼呢。是哦。啊，即摆人主持，毋知是到底是风水对，还是厝地对，毋是乌白讲。我甲你讲吼，食实的是嘛真重要。啊，对啦。吼，啊，即摆现主持化学的就足济啦。对。啊，所以讲造成咱做这个身体负担的当中的时阵呢。都总顺着，啊，个吼，咱伫咧讲的是讲肝啦、油脂啦顺着，包括从头壳的时阵就歹去。哎，生活压力大啦。对啦，现代人。现代人吼，生活甲以前咱农业社会都无共款啦。是。农业社会都会记得来出门，吼啊草啊都爱安怎？爱烤草啦，爱扫草啦，时间到啊啦，爱下药啊啦，对。较单纯。足单纯啊！即摆人较无遐单纯啊，所以讲咱即摆现代人讲失智的年纪吼，拢会下降。对吼。包括这囡仔的时阵呢，10外岁个尔呢。系。啊，那遐无头神也无记忆。哎，无头神吼。系啊，迄垃圾食物就伤济。啊，对。医生吼，安尼伫咧讲吼，一部分。好啦，今仔甲咱讲观众朋友咧讲吼，讲阮咧咱住伫新竹迄个秀金姐讲吼，安尼无几个阿孙啊，转来时阵吼，一个转来讲向红拢压袂出来，叫袂出来名啦。我讲阿姊啊，无要紧啦，吼，阮迄翘猪迄组啊，翘猪迄组甲摕转去食就无毋对啊。食了巧嘛，而且我咧讲哦，咱咧翘猪，心肝就明朗。阮咧翘猪迄组啊，已经来到第2代。足侪人学到的哦。第2代是8合1。我嘛家己本身有伫咧食。8合1，你敢知伊偌厉害？当然内底银杏啦、纳豆啦、山楂啦、西伯利亚，迄个叫做人参啊。这种对头壳真好。对无？啊，搁有红景天，哦，柑橘上厉害。各个心血管。观众朋友，咱迄吼翘猪迄个8合1迄组啊，啥那伊厉害就讲伊内底有一个这2年啊。迄包括讲咱的人体实验哦，真正会当改善咱的记忆哦，预防退化哦，包括失智哦，迄内底叫做麦角硫因啦，系啊，即马目前市面上吼，真目前敢若2支产品才有下迄个麦角硫因尔，咱其中都是一支啊，所以讲吼，无要紧，吼，你感觉讲你最近较会安怎，较会找手机啊，找手指铺啊，吼，啊银行铺啊找袂着，钱安尼。2、3千块，毋知去洗咧倒一领衫内底找无对无吼，食就加足巧的啦吼。来，要来进行着咱即个头一阶段，准备互咱观众朋友来点歌哦。头一首歌曲是咱的《可怜鸾飞再会吧》。好来，第2首《怀念淡水的河边》。今夜的水流社，为何那会这气味？想起是你我相会，也是点一位。第3首《恋歌》。思恋你，思恋你啊！你我离别3年啦。来哦，第4首哈，第4首是失约。期待的心情，等你出现阮目前，紧张的心情像有海洋。来，第5首哦，这首我的歌啦哈。
坚强。心意催人也清醒，不知不觉流露伤心里。明日的遥望城市，灯红酒咧飘零的玫瑰。好来，第六首，第六首是咱的乡愁。酒吧的车手，载阮满北乡愁。暖暖不舍，心头悠悠。来哦，准备咱来敲电话哈，敲咱头前这线8326-317。8326-317。哎，中华县市第八五县市的控诉都可以。头一首可怜乱花再会吧，第二首怀念的淡水河边，第三首乱歌，第四首失约，第五首坚强，第六首乡愁。以上6首歌曲，跟咱观众朋友来做互动哦，来哟。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就算。来，桂兰姐，我要第一条跟第四首，第一个第一条跟第四条。哦好，无问题，好，我下看，谢谢，谢谢你啊感谢咱桂兰姐，平安谢哦。谢谢谢。哎，你好，文东哥，喂，方明，嗨，你好你好，心动的你好。江明老师你好，好，我点第一跟第三，安尼哦， 1跟3哦，哦，没问题，谢谢感恩谢谢，好，哎，你好，陈涵姐姐， 1跟3，一根， 跟3。哦好哦，我下开哦哈，好，谢谢你哦哈，谢谢。好，喂，你好，文川大哥，啊，方明，哦文江川社老师你好。嘿，啊，第6首第六首晓。乡愁，乡愁。哦，好好好好，我谢谢下开哈。好，谢谢，咱来文传社啊。哎，你好，方明啊，哎，志昌大哥啊，江老师你好，好，我点的乱歌甲乡愁，乱歌甲哦好，乡愁我。下开啊哈，志昌大哥3嘿。跟6。好，谢谢平安哈，感谢平安哦嘿。哎，你好，张小姐。哎，对，我要吹2号跟3号。哦，好，我下开哈。 2号跟3好，号。没问题哦哈，谢谢。来，尤大嫂，哎，好，你老师好。来来来，点1跟5。安尼好。 1跟5。谢谢平安哦嘿，好，来移民哥哥，哎，方明江你好，我要点第一首的可怜的乱花再会吧，嘿，甲第6首的乡愁，好，谢谢。好平安哦嘿，谢谢。啊，你好，雪玲姐，啊，方明郑老师好。嗨，哎，我要点1跟4。 1跟4。哦，谢谢我下凯哦嘿，谢谢好，好。喂，你好，喂，来广我这，哎，方明好。嘿哟，老师好。好的3跟6。 3跟6， ，3跟6。好，没问题，我下凯哈，三广我这哈跟六谢谢，平安哦嘿，谢谢。哎，顺天哥哥，两位主持人下午好，我要听第1首甲第5首，安尼哦， 1跟3。好，我下凯哈，谢谢。牛奶喏，可以哦，使用来，你好，喂。康康，喂，大家好，我是康康。是江林老师，方林哥哥，大家好。大家平可安。怜的恋花再会吧，可怜的乱花再会吧好。坚强、坚强好，感恩，好谢谢，平安拜拜。 1哎，跟你好，平哥大哥，我点第1首甲第5首。安尼哦，好，第1首甲第5首。好的，没问题哈，平安哦，嘿，谢谢。谢谢。哎，你好，挺好，方林江老师好，嘿，我听第1首跟第6首，谢谢感恩，拜拜。 1跟安尼哦6。哦，1跟6哟，哦，好，我下开哈，好，谢谢。喂，你好，喂，喂，我要听嘿，第1首。哦，你是吴大姐哦，嘿，
哎，好，拜谢谢，拜哈。好，拜拜。不客气。好好好哎好好。哎，你好，松寿嫂，哎，你好。哦，松寿大哥哦，来，给他们弹对首。我要第一首跟第六首。哦，我下开哈，好，谢谢。好，谢谢你。好来，今麦呢，甲进行到这就好啊吼。我跟你讲，今仔日吼，你点的歌，尤其是你首《可怜的鸾飞再会吧》，是。哇，观众朋友吼必点的啦吼。来，今仔先来安排这首歌曲吼，来《可怜的鸾飞再会吧》。哦，咱来咯，可以哟，撒哟那啦。来哦，松寿大嫂吼，甲大哥，啊，还有咱吴大姐。挺好，也有咱康康、桂兰姐、文东哥啊，咱的陈涵大姐哈，尤大嫂哦，甲尤大哥、宜明哥哥、雪玲、顺天哥哥、林杰大哥收店。来，咱即摆要来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这首做。就来咯，可以哟，撒哟那啦。来，老师来甲咱献唱，共同来欣赏哈，这首歌真正是真好听。啊，老师你要唱台语的？台语、日语都甲唱。安尼哦，好来哦，听看卖啊哈，来共同欣赏，谢谢。ならない人なれろ別れて一人湖に悲しく捨てるこの涙従来の恋よさよなら帰らぬ夢を慕うように悲しく捨ては泣く水鳥よ従来のさよなら虽然是无愿意，甲伊来分离，一旦被风拆散去，抱恨无了时，只有忍着伤心泪。大到乌边不免乱回，再会再会。虽
色带柔意，水鸭大，才知喙齿写写所爱悲。青春梦，何必再想起？无缘轮回，再会啊，再会。轮回再会吧，如来若可有西游那啦。好，谢谢，来感谢哈，哇，这首歌曲你看麦啊，这侪咱观众朋友来拍捧啊哈，志昌哥，谢谢尤大哥、尤大嫂、秀仁大哥哈，嘿，谢谢文东哥，咱的美燕姐姐，啊，各位咱神叔哥哥，张大姐好，谢谢哈，秀峰哈，秀峰嘛就上拍捧啊哈。来，感谢雪玲，哈，雪玲林杰大哥，哈，松寿，哈，松寿大哥哈，和咱的挺好大哥，哈，个桂兰姐，哈，桂兰姐你嘛有拍捧啊哈，来，哈，先听歌，先听到这首，即马搁刷落去，要互咱观众要来听歌，听好歌，有歌名，好你送互你。今仔送啥？送咱这条啦，我讲吼，真正摕开时阵吼，真大条哈，160公分长。宽度80公分，啊！你看是要取、要夹、要做上简单的浴巾，后拍算啦，啊！咱这条会当当做吼，你去海滩的时阵，会当当做安那去沙滩上安尼取开，去散步。我在夕阳下，还是讲吼，伫个山坡地啦、公园啦，当做野餐垫。是啦。哦，啊，咱这正讲面西哦，正面西哦，是6个的面西哦。6点。6定面西哈，面西布你拢知影讲吼，伊的吸水力吼上介好，吼啊上介好呢吼，啊而且伊这面西吼愈洗愈安怎愈绵，触感愈来愈好，吼伊哦很耐洗哈，这个6个呢嘿，哦对，好幸福哦，哎呀160公分长呢吼，所以来观众朋友有机会哦。哦，咱只要咱来知影讲，等下这个江林老师要来唱倒一首歌曲，约会到都有机会甲摕倒转去啊哈！来安排2首歌曲。我来头前这首是第日清先生，咱的叶俊玲老师所做的一个歌曲，这个歌真轻松，大家做伙来个欣赏。月色凄凄，我在船顶摇来摇去，海风虽然吹，会着阮无聊的衫去。一旦来离开，伊讲伊就是可以知，拼着破浪子。风势来唱歌诗，做男儿无需要心内伊甘稀微。恁注意看，我是比安尼哦，我换拄则是比7对无，即摆比5厘哈，5厘才对哦嘿，来5个字。着天星，踮在船边含情带意，因人一时想有起着意中的路字，离开已经5000里，留恋心绵绵，因后
甘做好在船内梦中相见，也好来安着心内一酸苦味。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甲尊上有关系哈。今日的时阵呢，连续两底歌，吼，拢总甲尊德，吼，尊德就是尊上吼，啊，有连带关系。头拄啊，迄首歌，伊是5字啦。尊上的什么人？我来继续。这款歌吼，咱讲实在，你着用这个音乐吼来甲青弹啦，甲沙西米共款，毋免煮。吼，温豆油来食的时着气味就足好个啊！嘿，会当安尼就。头一首是5个字，安尼第二首吼，真正7字啊啦，7个字哈。哦，啊头前2字拢共款。西乡的酒调来，啉酒心闷闷，啊，孤大对酒杯加添阮心温，男儿打出门，来是钱，一时孤单变怨叹，我是生活在船顶的行船啊。也有人异乡的港口，天星也会光，青春的行船人处处有情义，女性虽标致，何必祈求爱？船是离开走有千里，我是生活在船顶的行船啊。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来，我即摆依照这个惯例，新以往共款来甲走这热门的音乐了后，就速速要来甲公布答案。
谢谢。非常感谢咱姐姐这乡亲时代大家配合。来哦，来，我这边主持14给大家公布答案。好来，准备哦，头一首，我讲5个字。海鸟叫天，一只一只飞来春去，亲像要来甲添阮满腹心空虚。什么歌？尊上的男儿，吼，尊上的男儿。尊上的男儿5字。好来5个字尔吼，恭喜咱有咱观众朋友摇到第2首。明日的前途不管，我是生活在船顶的行船人。船顶来的行船人。尊上来的叫做。尊上来会行船人，啊拢对哦吼船顶尊上拢可以。哎呀，只要是伫船对船顶头来，拢做尊对。上来的行船人。来，以上有遮侪咱观众朋友摇着吼，啊，我即马先甲收开，好，咱要送咱即条这多功能的吼，咱的棉纱布啊，这种棉纱布啦吼，这毋是棉花，吼，毋是棉啊。哦，啊，毋是讲有的人讲小可咧，迄个筋啊吼，影者了，会健康会过敏。较早的红鞋啊，时阵有无？拢嘛用这迄未来啊，嘿啊嗰咧软胖胖的，即款来做这个质料。是啊，哦，啊，甲用伫即摆现主是这个高级的产拢用这品，棉纱巾啊吼。叫做精品。咱的以前鞋啊，人的鞋衫内底上迄件上内底迄件啦吼，拢是用棉纱布吼，甲即马为止拢共款哦。哦，伊拢是用100%的棉纱布落安怎做内底迄领衫裤，白色的迄领无哦，操安尼吼。但是呢，咱即互迄操叫做啥？超音啊！哦，超音啊，吼，你甲咱因超音共款吼。是啦。啊，即马呢，即条巾仔嘛是用棉纱布，但是伊是做6件的，哦，做6件的，搁较高哦吼。咱今仔日要来送互你吼，摇歌啦。好，啊，我即马吼。老师来准备下一首歌曲。啊，讲到，咱在时代讲敲电话哦，芳玲啊，我摇歌都也毋捌敲电话去你摇。哦，有敲开摇，讲伊一句拢摇无着啊着吼，无要紧，安尼好无？我今仔有特别甲咱观众朋友争取哦。是。如果我等下咧进广告的时阵，哦，你若甲我掠鸟啊，这个档期哦，或这个档期真特别哈。特别优惠再优惠哈，特别争取啦，特别争取的。你若有掠猫的时阵，我咧讲哦，咱拢总送，好无？好。好啦，吼，好来，我进一段广告时间咯，谢谢。再次邀请我的黄秘书来到现场，秘书好。芳玲姐你好。来，顶抓吼。你安尼甲咱报咱第2代的好记性，你敢知影？迄真侪阿姐敲电话来讲，哦，芳玲啊，阮翁真正吼，即马真倒退呢，因为伊吼阿姐食，伊变巧啊，因翁无食，伊变，我讲吼，伊真正是变甲足清楚。伊讲有一个咱住桃园迄个陈妈妈讲吼，说芳玲啊，你敢知影？我吼。扣着10几万，我讲，陈妈妈你去倒扣的？无你嘛甲我讲者，我看有人扣，伊讲毋是啦。伫厝顶扣着。伫我的烫树内底吼，爱衫裤凹掉咧，啊伊讲吼，伊都找无啦。结果呢，有一工吼，食咱这好记性食的时阵讲，我都囥伫倒位，雄全啊，想起来。伊讲吼，阮翁最近拢去足倒退呢，甲伊讲吼，念伊就爬起来去啊。所以讲，咱顶抓伫咧卖这好记性的时阵是安怎一个组合。咱一盒2000，2盒3000，但是我有搁家己凹，搁加凹啦，搁加送1盒，啊，就是3盒3000块嘛。但是真侪阿姐讲说，大哥买就讲无阿嫂嘛爱食，无我嘛爱食一段时间嘛，豆听炸嘛，对无吼？伊讲要买大组的，大组的吼，大组就是安那买2组嘛，2组就是安那6000块。对。伊讲吼。可不可以加码一下，再送个1盒这样子，就是等于7盒
6000块。好啦，今日我跟你讲哦，莫怪遐爸爸妈妈就爱你来了。阮黄秘书长吼，伊真正是有为着大家好啦，对，真正是你为着大家好甲想讲吼，。观众朋友，如果吼，家己一个人，翁仔某家己一个人想起来尔，后摆搁爱加甲顾的。你嘛是爱顾啊嘿。所以讲咧，咱这组好记性，今仔推出大组是要互咱观众朋友，翁嘛好，某嘛好，恁两个拢总爱同齐顾。你敢知影讲，咱人若失智的时阵是足恐怖的哦。你看，袂记咧出去，袂记咧通好转来，摕物件不等啊摕掉咧，啊当我是要创啥，我是要创袂记你要创，徛伫冰箱外口，毋知要开要找啥物。对啊，而且吼，咱足侪阿姐讲，方面啊，你咧讲敢若讲我安尼不等去菜市啊吼，赶甲赶袂转来呢，结果吼要买物件，就是买无着。着。啊，这就是安怎？这就是讲你的插座啦，插座咧常常咧讲哦，插座插袂过电啦，吼，因为咱好记性是安尼好，因为咱内底除了以前的咱的金星以外，咱搁加卖嚼流音，麦嚼流音。啊，搁咱的罗布嘛，你敢知影讲这两项物件，咱的麦嚼流音甲罗布嘛，伊是偌厉害呢？咱就讲咱麦嚼流音就好啊，伊是咧就是互咱这个插座会当生甲愈济。哦，伊毋是一条两条尔，伊会当互你直直洗出来，直直直直洗洗出来你的传导就不会宕机嘿，你的传导就安那，愈来愈好的时候，你一个信号给我的时阵，我就安那有法度去执行。你今仔日你安那会宕机，就是安那信号来的时阵无法度去执行嘛，对就安宕机。但是这个哦，咱的麦嚼流音就是会当信号来的时阵。就随找着这个插座啊，，佮加上这个罗布嘛，罗布嘛，就是甲咱老化的这个插座吼，甲摆出去。哦，观众朋友啊，物件无好的臭气的物件，你爱会当安怎爱塞会出去啊？安尼才有排出去啊空间，才生新的嘛。对啊，你若无空间的时阵，你搁生你新的你个时阵，都无空间啊嘿，无法度无空发挥啊。对所以讲，咱即届第二代诶，咱的好记性二代内底，我咧讲原底，敢若仪性一定爱有的嘛，对对无？搁加上这两项，我咧讲观众朋友。你就是会当将咱的记忆拢总甲找倒转来对哈。平常保养哦，如果你若是像讲芳龄即马呢，啊都还可以的话嘿，你就是一天2粒。啊，你若已经开始感觉讲阮翁、阮某哦，最近敢若不等互伊家属会袂记咧找你啦嘿吼，定都安怎？啊，出去的时阵，我锁匙甲放去咧找锁匙啊，安尼无。得吼，迄老花眼镜咧不等咧找无这啊，你着爱啦，早晚各2颗。啊，先啊，为什么要提早做保养？咱人拢嘛会老嘛，对，对不对？你唔好等甲讲，真正足严重的啊！你才来吃，当然有效无可以，但是你必须有一段时间来恢复，对，来去找回你块胖健的。插座。插座，啊！你若是即马食的时阵，你原底就有遮济插座啊嘿，也无遐严重啊。加使搁生搁较济会插搁生搁较济。我咧讲哦，我讲吼，这叫做翘座的。翘座就讲吼，互你愈来愈翘，愈来愈成功啊！吼，唔好愈来愈倒退哦，吼。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感谢咱黄秘书长吼特别来。今仔我们再加码，你买2组的话，咱再加码，搁加上一块，来6000块摕。7个月份等于对哦， 7个月份08008118008518。观众朋友，今仔日加码了吼，加码了哦，所以讲你速度要紧哦嘿。来，秀凤姐你好，喂，你好，海星。要好记性吼，好，好记性要大走细走的。嚼清楚的是。谢周总啊，好，我写开3000的哦，嘿咱即摆拢3盒3000块哈。好，感谢你哈。好，当甲咱吼记忆啦、判断能力啦、语言能力、执行能力无好的时阵吼，定安怎药啊食咧，唔知影去吼，不等吼钱啊，当是摕互人啊，摕无互人，或去菜市的时阵，迄明明都1000块摕互人啊，嘛啊搁安怎？人咧偌济心要找你钱哦，你也唔知影，搁想讲无我摕钱，搁摕一届互人。吼，有当时啊，观众朋友，如果你若是安尼来讲，会记得事先即马就好来甲做预防啊吼。啊，年纪大，咱其实像芳龄，我咧讲，我即马逐工我拢有咧讲，其实吼，我们这个就很方便，让你记得哈，你吼来今日袂记咧食，你就是一天2颗就好了，2颗就好了哈。
来，哇，贵个那个，来赵英姐，喂，啊我要洗澡好记性。安尼吼，好，我甲你写开哦，嘿，好，谢谢哈。来，内底成分绝对有够的哈，而且每一种的成分拢有够。你会知讲最近即马上行的就是迄罗布玛，包括麦角硫因吼，这呢，互你的传导，马上我跟你讲吼，会接续会变好，吼，袂宕机，袂脑雾的哦，嘿。要保养爱提早，吼，要提早吼，唔好等到讲哦生病了，严重啊，哇，安尼，我咧讲吼，爱安怎一定爱一段时间呢？你要食较好，一定爱一段时间。往拢总是安怎？拢总是你伫咧治疗迄段时间，还未恢复迄段时间出代志的，吼，拢出代志的吼，包括讲迄危险性啊，吼，来哦，国龙大哥你好，国龙大哥。要一组啦吼，好来，我等下甲你回电话哦嘿，好，来，喂你好，丽梅姐，喂，要一组吼，我洗澡哈。好，无问题哦，好，谢谢，感谢丽梅姐哦吼，好，感谢哈。来，观众朋友，我甲恁讲哦，伊真紧就会当互你有感觉哦，吼，头一礼拜时间你就较袂安怎顿，真正就较袂加足清的，较袂去咧讲，或者吼，你若讲最近的感觉讲定小可顿，啊，向讲会宕机断片，我跟你讲，伊甲你做修复，真正甲你做修复吼，麦角硫因、罗布玛这两项物件真正是吼。足厉害吼，足厉害哈！来，08008551800800815181，喂，德旺大哥你好，德旺大哥要大做细做诶，可以做，好，无问题吼，我写开哦，嘿，谢谢。来，艳红大姐你好，喂，艳红姐，来要大做细做诶，我要洗澡诶。好，无问题哦，吼，0800855181。来，0800855181咯吼，0800815181。今仔来甲你寄出去的时阵，2天内底吼，如果你若是拄着拜六礼拜的时阵，爱搁延后1天，安尼就知影啦吼。好来，谢谢大家，电话继续互恁卡。我甲恁讲，如果你若希望讲种吼，你要做自己的主人，你即马就好做保养哈。来，吴春雄大哥你好。哎，你好，春雄嫂你好哈，要大做细做诶，洗澡诶。哦好，我写开哦嘿，好，谢谢你，谢谢感谢哈，好来哦，好来，080085510800815181，谢谢。较紧的哈，骹手较紧的，电话继续互咱观众朋友来卡哈。今仔有加码哈，大组加送一下无大斤哦。钱啊，你只要若卡通的时阵，无论大细组啦，我拢总送啦吼。一条面西哈，我讲偌大条，哇，遮大条着啦吼。我拢讲看，你知我偌悬？我168公分啦，都安尼。吼。啊，我咧讲啊，这吼，家咧嘛好，厝咧嘛好，吼，放咧车底，吼，放咧客厅，啊，看电视看的拄久的这啊，吼，因必是吼上重要啦哈，咱这项8合1的，安尼有方便无？你要出门的时阵，惊讲会袂记咧食，你着甲炸咧包包，吼，想着懵着的时阵，较紧甲食2粒啊哈。我咧讲延缓老化，人加足成功诶，真正加足成功诶，袂讲哎呦食完啊袂记咧去，家事会袂记咧切，锁匙袂记咧摕，出门诶时阵行到青阳亭口诶时阵，当是要往东啊要往西，向全咯啦，脑雾去啊啦，吼，提早来甲做保养哦，吼，即马是安怎？是你家己咧照顾你家己电话卡通的时阵哦，你是真清楚哦。到有一天你若要无照顾你家己的时阵，是别人咧替你开钱啊，安尼别人替你做主啊，做主人的时阵吼，安尼就唔好啊哈。好来，谢谢我们秀梅姐哈，嘛感谢咱的24139吼，老师来你也安排一首歌。啊，方玲的来线卡，哇，规个拢总线顶拢个满线。来，无要紧，迄较等下才甲回你个写开就好吼。来，金堂大哥你好。我问你。好，金堂大哥你讲哈。小梅姐啊，你要大组啦吼，一组好，啊，我共款，他会送互你。早晚各2颗啊。吼。啊，若保养一天食2粒啊。
对对对对哈，好，谢谢哈，感谢嘿，好，好，谢谢。好，来，我跟你讲哦，观众朋友，尤其是这个麦角流音啊，这项迄是经过美国的食药局监督管理局安全认证的呢，伊真正是有效的哦。会当啊啦，咱的脑部血管是足细条的，伊有法度清咱这血管内底迄个内底迄拉三棍子，甲你通透，通透了你就袂去搭掉，就袂脑雾啊，加足清楚的哈，辨识度，包括反应，你会加足紧的，加足清楚的哈。来今仔日吼，无论是细组大组。咱拢有送啦，好无？吼，咱这组大组拢有送。老师今晚要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乡愁》哦。来哦吼，《乡愁》这首歌曲哦，文传社啊，志昌大哥、移民哥哥、关五姐啊，挺好，松寿大哥啊吼，来，伊来献歌，帮您继续甲恁做服务，电话继续卡，谢谢。感谢，祝大家平安，祝大家幸福。乡愁，恋恋不舍，心头悠悠。前途茫茫，往事不堪回首。不知何时才有成就。漂流，转眼又风秋，不知故乡如今变怎样？窗外的月亮，引我寸寸的乡愁。乡愁，恋恋不舍，心头悠悠。前途茫茫，往事不堪回首。不知何时才有成就。故乡如今变怎样？窗外的月亮，引我寸寸的乡愁。谢谢，感谢。喂，好来，即马呢要来邀出着咱即个中奖的人客，咱拄则有咱观众朋友来邀歌着无？哦，谢谢林妈妈哦，咱今仔还有1291的新朋友哈。食互伊头壳清楚，心肝就会凉，对啊，就好困啊咧。做一个有记忆的人。老师在讲着这好困这啊，
你敢知影？你咧食的时阵真正嘛会较好困。是啊你会深层，你有法度深层睡眠哦，毋袂讲安尼互囝有的人吼困眠安尼足浅眠的对无？啊，浅眠我咧讲，你互你困咧拢8点钟久，嘛是无效啊，嘛是恢复了无效哈。你若是讲你若你有法度困的落眠，咱讲真诶，若4点钟久吼，你过顿工精神就足好的哈。你若倒咧8点钟久困袂好势，我咧讲你共款过顿工嘛是安尼洗身洗困身啊。眠品质歹，对啊，对精啊，神就歹。好来，我来摇出一位哦嘿。来，李秀琴呢？秀金姐。恭喜你哦，李秀金哦吼，秀金姐啊吼，秀金姐啊吼哦，来来来，音乐甲走落去。好，谢谢大家来，啊，恁电话继续互恁卡吼，继续互恁卡哈，今仔日甲咱观众朋友来，轮分享我准备的哈来。爱读脚呐，爱清楚，哦，啊记会调，哦，啊这就是嘛是要一种安全啦。是啦哦，你安尼，家有即马拢两老伫厝的尔，哦，啊中定定啦，煮一束啦，一束啦。嘿，袂记咧切啦，袂记咧去切火啦，火烧厝呢这有危险对啊，哦，啊，甚至呢炒火打倒火啊，对，物件不时咧找无困扰，对对，未清未楚。啊，那去菜市啊吼，嘿啊大汗细汗啦，结果拄则去菜市啊，都毋是要买食，是该买也买倒来的时阵，啊，但是你老倒退啊，足歹听的。倒退啊吼。哦，所以讲呢，爱嚼巧哈，嚼精工哈，对对对嚼好袂使搁咱行有啊哈，来，电话继续卡，祝你健康快乐哈，拜拜。思恋你，思恋你呀，你我离别3年啦。昨暝的梦犹原，也是你的梦，江边的海鸟，怎样拍醒阮美梦？你口声。悲哀，会予人心内忧闷。你的影浮在目前，为你相思好几暝，不时来看。想着伊的人，天顶的月亮，来笑入阮心内。希望
也是为着你，只有你一人，才会予我心不变红。等好时的相会。谢谢，感谢đoàn歌。